大家好，我係天恩，我係羅班，我係 Penny。天父愛你，主耶穌愛你。你愛唔愛主呢？而家等我哋用說書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靈修，一齊踏上同主相遇嘅旅程。如果喺當中有被經文或者分享感動嘅，請記低。而家請細心聆聽主嘅話語。約拿書2章1至9節。約拿在魚腹中向耶和華他的神禱告，說：我在患難中求告耶和華，他就應允我。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，你就俯聽我的聲音。你將我投下深淵，直到海深，大水環繞我，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。我說：我從你眼前被驅逐，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。眾水環繞我，幾乎淹沒我，深淵圍住我，海草纏繞我的頭。我下沉到山的根基，地的門閂將我永遠關住。耶和華我的神啊，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地府裏救出來。我心靈發昏時，就想起耶和華，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，達到你面前。那信奉虛無神明的人丟棄自己的慈愛，但我要以感謝的聲音向你獻祭。我所許的願，我必償還。救恩出於耶和華。英國詩人法蘭西斯湯寶森，佢嘅名詩《天國嘅追逐者》開頭係咁樣講：我躲避他，歷經白晝與黑夜。法蘭西斯湯寶森藉住呢首詩嘅描述，雖然佢努力嘅躲藏，甚至逃離上帝，但耶穌對佢嘅追尋從來唔會停止。最後佢講到：我就是你尋尋覓覓的人。上帝愛嘅追尋係約拿書嘅主旨。先知約拿受上帝差遣，向尼尼微人，即係以色列人殘暴嘅仇敵亞述人，宣告佢哋必須回轉歸向上帝。但係喺約拿書1章3節，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。約拿俾咗船費，登船要往尼尼微嘅相反方向去，但呢艘船冇幾耐之後就被狂風大浪猛烈嘅侵襲。喺約拿書1章15到17節講到，為咗解救船上嘅人，約拿被拋入大海當中，隨即被一條大魚吞食落肚。喺約拿書2章2節及8節講到，約拿喺魚腹當中向上帝禱告，好似詩咁美妙嘅禱詞，講到即使佢用盡全力要逃離上帝，但上帝仍然不停嘅追尋佢。當約拿身陷絕境，極需救援嘅時候，佢喺禱告當中向上帝呼求，轉向上帝嘅愛。而喺約拿書3章10節就講到，上帝唔單止應允約拿並拯救約拿，上帝都因為尼尼微人嘅悔改而拯救咗嗰啲同約拿敵對嘅亞述人。就好似呢兩首詩所講嘅，我哋喺某個人生階段都會試圖逃離上帝，但就正如約翰1書1章9節所講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經文講到，即使我哋想逃離上帝，但耶穌仲係深愛住我哋，並且會追尋引導我哋回轉，恢復我哋同佢嘅關係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慈愛嘅追尋我哋，令我哋得着拯救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：當我懂得你的愛。